头来看昨一困头是增加到这个13例本土病例，其中有10例是发生伫新北市的三甲，是一家家庭的群聚感染。为着病毒的，拢是大做伙家属。这个年龄上小2岁，上大50多岁，其中有6个是囡仔，有的读国小，有的读高中，有的读高中。新北市长侯友宜讲，这人拢是旧案，用要拢总无传染力咯。但是也是会做好着抗疫隔离甲扩大体检，希望袂来影响到学校来开学。另外，邦桥的远东百货公司有专柜小姐为着病毒，28号百货公司开始来停业，1688个员工全部来做体检，可里加在，结果拢是阴性。嘛，伫中昼晚到11点，百货公司恢复正常营业。去路走顺势，阿无讲到的政治工程，新北市长侯友宜对成果真满意。只是民众嘛关心讲，三峡发生家族的群聚，10个人去画着，这个源头是8月22日去过白沙湾海水浴场，因为胃痛去病院做胃镜 ，PCR 检验是阳性，家族内面嘛包括中小学生，那呢敢会影响到学校的开学？西里组的旧案虽然比较不具传染力，我们仍然要谨慎的面对。只不过这些旧案越来越多的时候，中央在思考整个作战的策略方向，要不要更用另外一套作战的方式，大家一起中央地方来面对。另外，邦桥大案28发生，专柜小姐为着新冠病毒，经过停业消毒，1600外员工全面体检了后，市政府同意和大案8恢复营业。总共筛了1688人，全属阴性。只要持阴性证明，在今天的11点钟，大圆柏就可以正式营业。新北市政府持续咧加强防疫，就看这个疫情，咁么多赶紧回到家庭的状态。好，来向。